日这要到了南投民间上岭社区，动员着志工，有人插鸭，有人拔粽，有人吹粽，把这个肉粽送予中价收入户甲独居的老人，互因食粽过节，感受社会温暖。五日节就要到啊！上岭社区发展协会邀请社区志工找中价收入户，阁有独居时代做回来活动中心拔肉粽。真好啊！对庄头的老人啦、独居的啦、低收入户的，因无做，但是因有法度食到这粽子，就是很好啦。这摆拔的肉粽用料真丰富，有猪肉、虾米、香菇。社区的志工阁把肉粽找好，再进行包装。对这个社区，我们每大水都有做这个活动哦，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来这边参与共事这个事情哦。将这一份爱传递给我们的长辈，让他们也感受到说端午佳节的温暖。透过社区举办送温暖的活动，嘛，让大家拢感受到过节的气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